大家好，我要数看高高讲下吧，我是民族。今天的民族类都要给广西乐给，我们要来出任务喽！来搞太气嘎讲哈嘎吧，而且呢，更重要的是，等等，我们准备了很多东后给点路要来送给大家哦。等一下呢，就请的民族 Q 下来去搞太嘎讲好吧。好，我现在呢已经找到一个很棒的弟弟要挑战讲客家话喽。弟弟，你是客家人吗？对，你是客家人哈，所以对你来说讲客家话不会很难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很有自信哦。来，我们先拿骰子，让你来甩出你的幸运数字。1号是什么题目？许多热爱环岛的人会用什么交通工具代步漫游台3线？脚踏车。是的，恭喜你答对。那你知道脚踏车的客家话怎么说吗？私行茶。恭喜你答对了。请问关西的名产是什么？那个仙草。仙草客家话怎么说？咸草。咸草很厉害耶！你有在学校读书对不对？学习的客家话叫做呵。呵。请问你知道？很有趣啊，很有趣，像玩这个游戏很有趣。有趣的客家话你会说吗？7。答对了，学客语好简单，你要说好好吧，懂简单，好好吧，懂简单。恭喜你，Go Go Go， 好吧，记得要收看，好棒哦，好可爱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哇哦，今天我们出任务算是成功了，谢谢有好多的大朋友小朋友跟我们一起学客家话。其实学客语很简单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现在呢就来复习一下今天一起学习的新单字喽。来看第一个呢，就是学习，吼吼，有没有觉得好像在唱歌发音一样？第二个呢，来看的就是有趣，神奇，神奇。第三个，我们来学一整句话哦。来看到这句话就是学客语好简单，好好发懂简单，好好发懂简单。其实啊，不管是学任何一种语言，只要你快乐的学习，就会学得更快喽。加油加油，拜拜。